套裝啊。咁呢一套啦，着起上嚟啦，如果你又想揾啲比較顯瘦啦，配襯度高嘅款式啦，我覺得咧就可以考慮呢一套嘅。本身上下身咧都係可以分開配襯，同埋咧因為佢做深色啊，咁啊顯得咧格外顯瘦。加埋如果咧你係譬如好似我咁啦，啤梨身形，即係譬如肚腩啊、pat pat 呢啲位置比較多肉地咧，其實呢一個套裝着起上嚟點解顯瘦咧？最靚就係佢個腰間呢一陣嘅 waffle 位，同埋咧你咪睇落好似牛仔料嘅。咁其實呢一個咧係做一個牛仔棉嘅質地嚟嘅，佢唔係話真係正常嗰啲厚身嗰啲牛仔料，呢個係圓嘅牛仔棉嘅質地嚟。咁所以咧就算怕熱嘅咧，有時咧譬如想着出嚟比較型格啲，同埋但係要顯瘦嘅話啦，咁我覺得就可以考慮翻呢一套。本身咧其實佢係做一個咧有肩帶嘅一個背心款，咁啊有幾個唔同着法嘅。咁如果你係怕熱嘅咧，或者你就咁單着其實 O K 嘅。咁同埋咧佢嘅肩帶咧，即係兩邊有呢個腰帶咧，佢係做翻一個可以活動調校㗎。咁有啲咧就話啊唔係喎，可能我想着出嚟比較係多層次感啲，或者想遮下呢啲手臂包肉嘅話啦，咁其實你入邊咧可以襯件 T 恤或者跟住 on top 加呢個，係啦。咁變咗你入邊可以襯其他嘢。最緊要因為佢咧個肩帶位可以俾你調校，變咗如果你入邊着多一件嘅時候，咁你呢個咪較低啲，個空間感咧都會大啲嘅。咁啊本身啦胸前咧全件你會見到佢係好 fit 身嘅，咁啊做翻一個咧平口嘅一個背心款。咁啊本身啦另外咧再配翻上下身都係做一個綁帶。嗱上身呢一個咧係我覺得裝飾用嘅啫，佢冇橡筋嘅，係就咁做一個闊身 layer 嘅一個係平口係啦。咁不過譬如你見到啦，就算腋下呢啲褲腰位咧都遮得好好嘅，成件係好 fit 你呢個上圍嘅感覺。就算咧你胸前比較大咧，咁呢一個咧你會見到，因為佢後腹咧係做一個橡筋嘅，後腹係全面啦呢一個位置係啦。背部呢一個位置咧，佢係做一個橡筋就料嘅，咁啊變咗啦，亦都會有彈性。好咁啊，下擺咧本身佢就係做一個索帶啦，咁而家咧輕輕索你就會見到個 waffle 會明顯啲，同埋佢個間距比較闊啊，所以着起上嚟啦，可以遮咗個圍攬之外，亦都係啦，佢嗰個綁帶位咧又係做得超高腰嘅。咁啊嗱，如果我將佢索你想顯瘦啲，你咪將佢綁緊啲咯。如果咧我將佢掹開晒，本身咧其實佢已經做一個明娃娃裝嘅效果。好咁啊，至於條褲啦，咁啊條褲咧呢一件亦都係配搭度超高嘅。嗱，我攝一攝衫俾大家睇先，咁你先睇到佢嗰個褲頭。本身咧佢係做一個咧全圍橡筋嘅，咁全圍橡筋嘅好處就係基本上任何身形嘅靚都可以穿着到啦。咁同埋咧佢做就算全圍橡筋咧，你見到上身因為佢呢個會遮咗個褲頭，咁所以咧覺得着起上嚟都係一個好利落、好簡潔嘅一個效果。咁啊，而且呢一個素色嘅牛仔棉嘅褲款啦，你上身襯任何嘢都冇難度㗎啦。嗱，掹開咧可以擺到兩隻手㗎，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套咧係細中碼偏大嘅靚都適合啦。大碼客如果喜歡咧，我會建議你睇翻個 size 牌，因為主要咧可能你要睇翻你上身腰間嘅位置。好咁啊，側邊啦有兩個褲袋，咁同埋啦呢一條都係做翻個直腳褲嘅。咁我覺得嗰個長度啦就165以上嘅靚就已經冇問題啦。就算你嬌少啲咧，可能都係掂少少地嘅啫，或者你可以抽高少少個褲頭。咁啊呢一件就本身睇多次我哋都係白色啲，佢咧另外再做一個咧明線嘅效果㗎。咁其實咧，就算佢成件啦、成套都係做一個同色系咧，咁但係咧佢都會有個 layer 感嘅。我咁我中意佢上身你可以襯你其他褲型又得啦，同埋呢條褲咧着起上嚟超舒服。係啦，如果你怕熱嘅靚想着出嚟又顯瘦啦，同埋上着到高啦，唔使諗下有啲咩衫先可以襯到嘅話啦，咁我覺得呢一套咧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嘅顏色咧。